客家人生活节俭，东西坏了也舍不得买新的，情愿花小钱请人修理。所以补锅子这种五金修理业，到现在还能在客家庄找得到。新竹县新埔镇这个老市场里仍然保留了传统市集的味道，摊子上的各种五金农具都是农家非常重要的器具。就在这间小小的店里，堆放了各种家庭五金和热水壶，大大小小的锅子都是客人拿来请刘老先生修理的，因为他们都舍不得丢掉。蹲起来的时候夹，对啊，他里面讲啊，该浪费一直丢掉啊，蹲起来的时候夹起来莫打伤。今年72岁的刘德宝老先生为人补锅子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，现在是新竹县西北五乡镇里仅存的一位师傅。五乡前生下的个，有冇有幾多？落后我给他做啊，做乜冇做？差不多下做，算没有钱了。对现代都市人来说，锅子这么便宜，坏了再买一个就好了。可是从刘老先生的身上，我们看到客家人节俭的习性，更看到了他们珍惜资源的好美德。民视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。行政院客委会从这个星期开始要推出电视客语教学节目，而主持人是英文老师徐威，教大家轻松学客家语。别怀疑，徐威老师这回教起了客家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威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。咪咪笑讲哈巴，爸爸妈妈怎么说？爸爸就是阿爸，阿爸，妈妈呢？阿梅。许巍可是道地的客家人，从小生活在客家庄的他，希望借由轻松活泼的教学，让大小朋友都能学会说客家话。方式同嚟講英文當唱，因為是當當輕鬆當有意思嘅安尼方式，他家在看嚟叫，但會上去學嚇，所以媽媽係安尼當生活化嘅情形，較簡單嘅啦。幽默實用的客語電視教學是由行政院客委會想出來的新點子。天師呢要有音樂也可以，人也可以看得到啊，所以人講嘅天師係全世界現時20世紀、21世紀第一有效率嘅一隻傳播媒體。客委會希望就有電視節目的教學，能夠普及社會，深入每個家庭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客語說聽都能通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新竹县北埔乡的客家窑有许多陶艺家创新风格，使得陶艺创作延伸到陶画以及挂在墙上的陶壁。用力拍打，再沾点水，一坨原本不起眼的陶土，在陶艺家熟练的指法下，化身为厚实的擂茶钵。锅碗瓢盆这些日常用品，除了可以展现客家人的生活外，陶画则是客家窑的另一项创作。你要有画图的带，还有你要有嗰個雕塑的帶。啊，你做嘅時就係將呢一部啊，佢嘅空間啊，你嘅空間留呢一圖，佢嘅結合，安尼讓佢呈現佢嘅一種獎，安尼。啊，你冇講有雕塑的帶嘛該，加個立體面嘛該，又做唔出來。要創作這小小的一幅陶畫並不難，不過要完成這一大幅的陶壁才費功夫。像這個用8大塊組合而成的陶畫，不僅可以掛在牆壁上當作陶壁，還可以展現客家陶的最高難度。你那個難度是較高，因為你係講社會世界，講講你手唔平，係咪？有的會練得團隊有些難度。什麼是客家窑？陶藝家說，只要能夠代表本土化的陶藝創作，就是客家窑的精神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新竹報道。